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12集。我是小張。咱今日無要找字，但是咱今日要來討論一個真要緊的代誌。是安怎咱的閩南語內底有文白音之差？所謂文音，就是文讀音；白音，就是白話音。文白之間有何差別？專家學者有解說給你聽無？有較好的講法無？身為閩南語的使用者，咱甲教育部請教這個問題，應該是無算過分啦吼。小張，有一位天才博士講，文讀音就是讀冊人講的話，白話音就是媽媽講的話。這個講法哪會遮奇怪？敢講這個讀冊人攏無媽媽，無因要安怎講話，對無？無但緊，這個講法嘛無解說是安怎有文白音之差，有講哪無講咧啊？來啦！今日小張就來分享家己的看法。不管是講了好，還是講了歹，攏歡迎各位來甲小張批評甲指教。無大緊，小張會使甲你保證，我的看法甲所有的人攏無共款。繼續看落就了解。一開始，咱對商朝開始討論起。佇這個商朝的周圍，有真濟大大小小的封國。毋是干那這幾國哦，是因為這幾國較有名，所以小張甲寫出來。也無寫到的國家也真濟國。在這個所在，小張愛特別說明，什麼是封國？在國語詞典內底有記錄，四方諸侯之國，就是叫做封國。有一個詞叫做對方，甲我徛無共邊的人，就是叫做對方。這個觀念就是以自我為中心，語言嘛是同款啊。我講的語言為正，別人講的就是叫做方言。有這個基本觀念了後，咱就有法度擱繼續講落。是安怎？這個商朝甲尾仔來會無去？就是因為周方甲商朝在相台，甲尾仔來周方所台贏哩，台贏了後，當然就處置代志。這個中原地區怎啊去互周方甲佔領起來？看是要疏遠還是要定扁，攏知因。這個時陣西周成立，規個中原地區以周王室為中心，以周人的語言做標準。是安怎都愛用周人的語言做標準？無法度啊！規個中原地區都是周天子在做阿爸嘛，所以講周天子講的話，都是雅言，都是正音，都是標準音。邊仔這個封國，敢有通互周天子好食困？無喏，因嘛是佇邊仔虎視眈眈。當你這個政權無穩定的時陣，因嘛要入來中原，嘛是要甲你硬起來配。為着要保護家己政權的安全，周天子就開始分封諸侯。安怎分封法？真簡單嘛。有功勞的好朋友啦，有功的大臣啦，親情50啦，攏來做諸侯。小張舉例給你聽。來，小張你來。哇，你相台的時陣有功勞，你攏擋佇我面頭前，保駕有功。來，我封你做諸侯，你帶領5萬兵馬去鎮守某某封國。我知，明仔我就出發。就是佇這個時陣，雅言就傳入去四面八方，大大小小的封國內底。這個分封制度，咱嘛來甲講一下。在這個周天子的下骹，就是諸侯。聽伊講，第一擺分封的時陣，有70幾個諸侯。在這個諸侯的下骹手啊，也閣有卿大夫。卿大夫的下面，就是士。在這個士的下骹，則是平民百姓。比這個平民百姓閣較低一級的，也閣有奴隸。這就是封建社會、封建制度的開始。在這個封建制度內底，大大小小的封國攏變成諸侯國，大家攏愛學雅言，因為這個雅言就是周天子講的話，就是迄當陣的中原正音。咱即馬來討論雅言傳入去大大小小的封國以後，會發生什麼情形？小張拄則捌講過，這個雅言就是周天子的標準音，就是中原正音，就是文讀音，甲大大小小的封國內底的土話南做伙了後，都會產生無共款的半雅方言。這個半雅方言是小張自創的名稱啦，目的就是要甲雅言做一個區別。所以講，這個半雅方言當然都不是標準音，不是標準音，無是什麼音，就是方言的音，就是白話音。咱即馬在講的語言內底，都有雅言的音，嘛有土話的音，嘛有半雅方言，攏南做伙。是什麼時陣會去用到雅言的音？咱若是咧讀地號名，咧讀人名，咧讀四書五經，甚至咧講成語的時陣，咱大部分攏會去用到雅言的音，也就是正音，也就是文讀音。咱什麼時陣會去用到土話？講到重點嘛，這就是互咱讀空某咧小的部分嘛。
這就是咱攏袂曉寫的字嘛。字典也好，文獻也罷，閣較安怎讀，閣較安怎查，都是查無遮的字嘛。毋是因為咱無夠認真，嘛毋是因為咱的學問無夠飽，都是因為遮的字根本就是土話嘛。講到遮，互校長來插一個話啊。有一寡人，包括陳博士在內，是感覺毋得講啥物閩南語，就是正港的上古雅言，上純上正。啊，若是安尼，真簡單啊，一音一字，你找出來互我看。啊，若是找袂出來，字攏袂曉寫，啊，你有啥物資格講閩南語就是正港的上古雅言？無道理嘛！這種話是安怎你講會出嘴？莫名其妙。咱即馬話講倒轉來啦，校長，咱當時才會去用到這個半雅方言的音。哎喲，校長自頭到尾攏是在講白話，也都是在講這個半雅方言的音，都是遮簡單嘛。啊，即馬問題是安尼啦，佇這個文讀音甲白話音之間有關聯性無？有理路可循無？啊，你要安怎解決這個問題？有理路可循。啊，校長有3個步數，校長來講互你聽。第一個步數就是聲母互換，校長有一張表專門在解決這個問題。第二個步數就是韻母轉運，校長自從台語黑白講第37集開始，一直在講這個理論，已經改超過500字以上的閩南語漢字啊。第三，咱若是拄到入聲字，閣有另外一個步數，就是這個入聲字的尾音會使互換。即馬一定有人要甲校長問啊。校長，有人講這個夏商周3代攏是講雅言的，啊，你哪會這含慢對周朝開始講起？啊，這個部分我無法度來做討論啦，因為第一，這個夏朝無考古的證據，嘛無文字，全世界聽好勢哦，毋是全台灣，是全世界哦。除了陳博士以外，無人知影講夏朝講什麼語言啦。啊，第二，這個商朝雖然有甲骨文來講。但是迄個時陣並無雅言的講法嘛，正港有雅言的記錄是對周朝才開始，所以講校長對周朝開始討論起，就是安尼。校長針對這個半雅方言的代誌，你拄則講甲霧煞煞，啊，你敢無要舉例說明一下？啊好，咱即馬就來舉例說明。親像這個英語是世界性的語言，每一個國家攏在學，內底就包括日本。啊，這個日本人有本身的發音的腔口，甲發音的習慣，甲這個英語連做伙了後，就會產生日本式的英語。親像這個字，佇英語內底的標準音愛讀做 back， 佇日本式的英語內底就愛讀做 baku。啊，這個字嘛是同款，佇英語內底的標準音愛讀做 black， 佇日本式的英語內底就愛讀做 blaku。哦，啊，各位頭腦攏真好，一看就知影講。佇英語標準音內底的這個課，佇日本式的英語內底攏愛讀作酷。若是以校長的講法，對這個課變作酷，這個過程就是叫做韻母轉運。咱若是抓到這個規則了後，咱嘛會使甲塞倒轉去。比如講，咱若是聽到日本人講 truck， 咱就會使甲塞倒轉去，得到標準音讀作 truck。啊，這個 truck 當然就是正音，咱嘛迅速得到正字。這都是校長在做的工課。這套方法完整的論述，校長佇台語黑白講第52集內底有討論甲真詳細，歡迎各位來甲參考看賣咧。啊，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。咱拄則講到的這個英語標準音，就好比正音、文讀音；啊，咱拄則講到的這個日本式的英語，就好比方言的音，也就是白話音。即馬問題來啊，文白之間有理路可循無？當然嘛有，校長拄則就表演給你看嘛。無要緊，自從台語黑白講第37集開始，校長就一直在做這個工課。過來，咱來討論第二個重要的問題：到底是先有這個文讀音，還是先有白話音？若是照校長這個理路來看，當然是文讀音甲這個土話大成有嘛。啊，是安怎大成有？校長甲寫安呢？請參考台語天馬行空第8集。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一個真要緊的重點。校長拄則捌講過，自從台語黑白講第37集開始，校長就用這3個步數來解決文白音之差的問題。啊，校長已經改超過500字以上的閩南語漢字啊，證明這3個步數確實會用得。即馬有一個更較要緊的問題：為何要解決閩南語的文白音之差，需要這3個步數？後一集校長來講給你聽。既然你都已經看到這，互校長拜託一下，來甲校長按一個讚、訂閱、加分享，
互更較儕人看會到小張的節目，迅速來發表你的意見，參加討論，莫放小張一個人孤單。感謝。咱即馬來講結論：第一，以雙王室為中心，周邊的國家都是封國。這個封國來到周朝的時陣變諸侯國。第二，以周王室為中心，周天子的語言就是雅言，就是正音，就是咱咧講的文讀音。第三，雅言傳入去封國了後，產生半雅方言，也就是方言的音，也就是咱咧講的白話音。第四，這個文白之間有理路可循，有三個步數會使解決這個問題。是安怎都要用這三個步數？後一集小張來講給你聽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和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